2015年全国语文竞赛，台湾汉语朗读文章国小学生组施彦强编号好录音，齐秀英沿着去年的变暑假的时节，阿爸讲要带我哋去录音。今日下全台湾嘅录音场地当多，我哋向下讨论当多摆。最明显的嘅啲半山牌交通还算利便，仲有用太树嘅录音机。一想到总算做得让了离开都市嘅吵闹，离开课本嘅刺菜，还有同大自然接触嘅好机会，我就开始期待接受山拿嘅召唤。录音嘅前一餐咩？我哋就开始本头去准备要用到嘅物品，像帐篷、水台、野炊嘅工具、湿嘅用嘅项都会捆起来。阿哥还带定佢嘅研究就茉莉树嘅吉他，老太带上去，阿爸带吊柄，大家都想睇下2日拆大冰空。我同阿妹就穿僵晒服，太阳嘅帽嘅防晒嘅内衣。米白嘅面膜，一向就冇咁戴。今日大早，我哋印度嘅視察出發，路上嘅風景當正，青山綠水，鳥兒花香，本人心情一致爽爽。班主邊呢，我哋就到錄音廳嘅，阿爸指揮大家睇較平整嘅空氣上質樣，經過點個鐘嘅七手八腳。總算安好2隻帳篷，阿妹喺樹底下嘅灶台檔煮一大鍋嘅泡麵，底部有肉、有卵、有青菜，還有各式各樣嘅人呢。請看到皮到就見流口爛呢。一家人啲野外嘅體餐就食到肚撐撐嘅，我明等都是本地樹生下，涼風強強嘅吹來。唔到啲嘢就衰退咧，老太綁了一隻狗尾草，弄我嘅屁股，我一錄響，佢就亂咪一下，啲發發嘅青草地，我2手又滾又震，規身嘅搞到粒粒啱啱，看到阿爸拿定石桶嘅同吊柄，我就又咪入嘅，停啲10倍米，去到行水順。夾樹夾腳跳入水闊度，今天冰涼嘅山行水，啲熱火火嘅天時是透心涼，一直到日頭會落山咧。我就看到有半石桶嘅魚搖搖晃晃轉到錄音廳，大家向下同樹準備暗餐。阿哥起火泡肉，阿妹煮湯，我同老太攪碗筷，阿爸打七彩。啲暗傻傻又點清嘅天氣之間，我就坐啲火台旁順打鬥詩，聽阿哥彈琴，講天南地北，半風吹動嘅火光，就啲大家帶定笑容嘅面孔，又溫暖又幸福，咪係我最難忘嘅一擺回憶。